俗语讲了好。调好啊！来，恁嘛甲我报告者，讲阮最近恁是拢处理一寡什么款的案件，报我听看卖。报告所长，最近吼也有接到这个民众的报案吼，通报吼，讲安尼暗时3更半暝啊吼，迄厝边吼，讲有人咧叫安尼吼，哇安尼惨哥哥安尼啊，毋知咧是啥物叫惨哥哥？我家己好的，我感觉安尼较惨。惨哥哥。啊伊吼是怀疑讲吼内底可能翁仔某咧相拍咧，危险啦！家庭暴力个。对，哦，迄安尼袂使。啊伊吼，阮个吼去迄个现场吼，感觉关心一下。哦，啊结果啊，人半暝啊夫妻吼，迄翁仔某吼咧办代志啦。是正常的，啊你安怎处理啊？无，我甲讲吼，你较忍耐一下。我看迄个查甫看身体敢若无啥好，连命就过啊啦。哎，对。过来咧。报告所长，我即站哦接到民众的通报吼，讲哦有一个查某囡仔哦爱甲足大声的，啊想怀疑是毋是去拄着变态啊，后来我就去现场嘛，只发现讲哦对方只是一只会飞的家族伫厝内爱惊着啦，哦，伊是看到家大会飞啦，对啦，爱惊着，叫啊足大声。啊你安怎处理啊？我就陪伊做伙，无啦，我帮伊头家蛇啦。头家蛇啊？啊，就必安珠就厝厝的，系啊。你用安珠咧抬哦？安珠。你用安珠咧？安珠咧抬，安珠做诶。哦。咱的顾问安珠是这提出后袂讲的哦。对。啊，我把处理好。报告所长，吼，我有接到民众讲吼，敢若有迄家属外舍外闹啦。外舍外闹啦，啊惊讲会爆炸啦，车人去看嘛。这真好，你闻到家属是确实有危险，啊后来后来我去看的时阵吼，其实毋是家属外闹，是伊食歹巴肚放屁，啊臭到连厝边头尾拢闻会着。啊，你讲这我拢伊是牛放屁吼，有未啊？哦，恁这普龙讲的，报到迄个什么案件，拢迄个唔正案件，什么咧放屁咯，什么咧家族啊有诶无诶，你嘛小拜托诶，你一世人，我都要做科三的，做基层的都免升官咩？你会了解呢？别人的数伫创啥？人家破大案，切刀的啦，抢劫的啦，等等啊！啊，你咩啦？咱即摆是做什么？你做什么代志啊？所长，报告所长，我嘛想啊，讲咱警察的应该是爱包山包海为民服务，唔是吗？哦，你讲迄个话无？咱这毋是慈善机关吼，咱是需要业绩的。人迄别个所破遐济啊，咱这所破到这，我民主要举喺倒位啊哈？哦，迄所长啊，毋过这毋就代表讲吼，咱即区的拢足平和的，无啥物大案件，安尼敢无好吗？冰河阿河做兵啦阿河啊！有一好就无我来甲讲，毋是，恁大家爱较认真，爱较拍拼的嘛。吼，我真正叫你去甲，做甲所长的，我讲我你别吹手就拍甲啦，较拍拼的啦。是。你别走，你有人来过来吗？警察带你啦，紧来救啊！这个变态啦，这个变态啦，伊吼卡伫车顶甲我头摸，你知无？歹势吼，这两位敢若是男女朋友吼，歹势吼，阮头家所长拄仔讲过吼，阮这间派出所吼要处理这个大案件。你看者，伊安尼配得我吗？袂歹啊，伊可以做口碑啊，对无？阮这边吼处理大案件吼，啊，恁这一寡冤家吼夫妻也是男女朋友。你家己当去处理的，对啦，人都还没讲煞，你是都咧插腿哦，你慢慢无得个真正是变态嘛。小姐，你小讲讲嘛，你小讲者，伊到底是安怎变态？伊是家己安怎？啊，我拄仔在坐车对毋对？结果伊在搞头毛卡称啊！现在爱改掠起来，这就是变态，人拢伫遮。无啦，正人拢伫遮，你正人伫遮，我嘛徛伫遮好好啊，我敢有甲懵着无啊？
我甲你讲，你我讲，你唔通空嘴无舌，吼，小姐，你咧讲话较正经咧吼。我甲你讲，我当然讲话无正经啊。我坐车的时阵吼，人足济，无小心甲开着，安尼啦。你黑白讲，你不是安尼呢？我逐摆坐车拢拄着你。好的，慢，这代志，毋是恁两个买车弯吼，无得较真正是伊无细意甲你回着。啊是讲伊条日要甲你回着，小姐，要讲即款代志哦，你着要有证据，有人看到讲哦，伊是真正头日甲你讲的，还是无细意甲你回着的。毋是啊，警察先生，因为吼我逐摆坐车，足奇怪哦。你台来问哦。伊，对呢，伊吼拢会甲我偷摸，你知无？偷摸就算啊，我转去吼，伊个对我转来呢，我足惊，你知无？嘿，无警察大人，来，你看我来，警察大人，我讲互你听。哎呦，变态较有啊！可能吼，你讲啊，我对你转去吼。对啊，你想啊？阮共一日站落车无错，啊，结果伊嘛掉喺山顶尾了迄条巷仔路，我嘛是住遐，所以我伊行伊的，我行我的，哪有安尼甲对着？对唔对？你住几号？我住38号。我住86号，是安那你拢做到70号？ 70号是阮阿妈住的所在，袂使哩吗？足奇怪呢！啊，你这个查某，你讲话哪会安尼啊？你足奇怪，自从吼，你甲我对吼，对，我甲你做安那。阮兜的师妹拢胖见，阮胖的师妹吼胖见。卖吵，为啥？我咧民警两个碰到唔带去确诊无？大林来，我跟你讲嘛讲，啊，阮厝真正住38号啊，爱讲住88号，阮阿妈住70号，爱敢唔对？ 我安尼唔对啊！爱人作些，爱生本人安尼客来客去，咱敢故意的。无，我们叫嘛经济较少年客。好，若有人来报案，若有人来讲人安怎，这叫警察局嘛，吼，一切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你应该讲啊，查甫人，我叫这两位查甫的，甲你身躯悄悄，不要紧啦，吼。对咩？像这款变态哦，一点搞死嘛，来看到家己是钱啊！唔通查甫甲我敲啦，我歹势啦，我惊什么？这啥？啊，这就我的，哎呦的啊！这干嘛你的？哎呀！哇！警察先生，来，啊，有进步小等，咱来讲究证据。哇！你确实是你的，是我的啊，我穿互你看。免，是嘛，唔免这警察局无方便。这位少年家，是什么人证物证拢伫的啊？哈，你至少走袂去啊？无，警察先生，你听我讲。啊，伊嘛无，我甲你讲，伊若毋是变态哦，伊就是抢劫犯，你也看卖。你也看对无？我甲你讲，警察先生，无啦，这种物件吼，这种物件爱安尼啦，安尼搞笑。我甲你讲，这我有一个习惯，因为我是做一个演员的人，我有当时我有咧耍这个 cosplay， 你知无 ？cosplay。嘿，啊，我就是穿这西装啊，穿起来，啊，我会扮女装，我代表月亮惩罚你，安尼，嘿咧。 我看你讲笑诶，你看这抠着，闹情的了。用要吐，人证物证拢伫。啊，阿杰，辛苦你了。我弄啦，来，冤枉，你是咧沟通的哦，冤枉。我甲你结果明冤的啊，做唔对代志，搁踮咧讲甲有诶无，讲甲出甲全部，真正是哦，死骨剪甲变画笔。来，一句第二句俗语，吃了。这位小姐，这位。 应该这个小姐袂后白讲啦，吼！啊，大家这个派出所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嘛，吼！我跟两个查甫警员啊，甲你敲身躯，应该无要紧啦，吼！对啦，来，打起来嘛，啊哪这啦？哎呦，这是咪你的？哎啦，你看我拢无通好穿啊，拢会头提了去啦。来，人证物证拢伫，你这无双话通好讲。 警察先生，你听我讲。你 cosplay 嘛？哎对，你知哦。啊，我就扮女装，啊，我穿迄个。代替月亮惩罚你嘛。月光先生。你定反串较早高雄市长尾啊，做总统秘书长者嘛？是啦。来，这套，来，这些证物证，来，阿哥，来，对我后边，先出油。我无这个代
是冤枉哦。做唔到代志，安尼硬要坐咧好，安尼就政治冲阮，你真正是吼啊，讲一寡啊有空无损，拍破过咧。来，这位这位少年家，哎呦喂啊！哎呦开始有没有讲到无啊？谢你的啦。实际上案件是伊做的，但是伊一直讲安尼 cosplay 有诶无诶啊，所以咱第一句讲吼，啥物死龟剪甲变画笔，死个龟剪甲变到画笔吼，意思我毋知恁家己晓啦吼。第二句叫做讲一寡有空无损的，来赞成第一句先举手。啊，我若你两个人换位。你记平，你记平。来，三对三，恁赞成第一句。是。来，请白云先生解说。啊，这句话叫做死龟这甲变画笔。对。明明这个人是伊有做，对啊，但是伊讲无，硬要坐，就辩解嘛，硬辩解，一直辩解，一直辩解安尼尔，对，硬坐。就家己讲甲变成画起来的笔，啊，毋过伊就死啊，对，明明就是。这是一个硬要坐，硬要坐啊，就一直辩解啦。也没整。卖干嘛扣？卖干嘛真紧真强诶！即摆咧拍某啦！恁这边一定是讲迄个讲一寡有空无损。对，因为用黑白讲话啊，对无？伊讲白贼话啊，啊，就有空无损啊，对无？有空无损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就是讲话无实在啦，讲无。有空无损什么意思？有空啊无笋啊，就是有一个空啊无物件内底。好，来正确答案，老师有请。头啊吼，人讲四书五经读透透，毋捌元五古必走。就是讲少一早读册人吼，大家读迄个四书五经背啊足熟的哦。不过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句啊笔拢分袂清楚，可见句笔看起来拢差不多啦。不过吼，这人厉害到什么程度？迄明明笔已经死去啊，句已经死去啊，佮硬正甲讲迄变画笔，迄正。配王之王无比头壳会讲，伫足爱讲正，搁爱讲配安尼啦。啊，另外吼，讲一寡有空无损的，用现代较白话，就是讲莫讲迄寡543有诶无诶，有诶无诶啦。所以若讲照这物件看起来，伊这较严重，应该是毋是毋若碰风尔哦，已经是明明做毋着代志，搁伫派出所内底吼，一直整安尼，所以应该是安那死龟正甲变画笔。谢谢，厉害，谢谢。个人做一款事业，袂较了解。你讲他这有空无损的。不管咱两句拢了解吼，来拍报告咧。